扎斯特啦，大家好，我係以璇。今日咧會同大家分享下一個心咒，呢一個心咒咧就叫做地藏菩薩心咒。咁地藏菩薩心咒係啲咩嚟嘅咧？佢嘅出處咧就係地藏菩薩本願經入邊咧去發現嘅喎。咁啦，呢個心咒啦好簡單，10個字以內嘅啫，即係一般人都會識得念嘅，所以大家都唔使話咁驚。咁好咯，地藏菩薩心咒咧，即係有啲咩喺入面咧咁樣，其實好殊勝嘅。我讀一次俾大家聽先，就係嗡哈哈哈溫室摩啲沙哈，咁啦就係咁簡單嘅啫。咁先解釋下嗡係啲咩先。嗡咧係宇宙嘅初音，宇宙嘅初音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嗡係代表宇宙第一個聲音。如果大家有靈修啊，或者等等啊，可能會玩嗰啲缽啊等等嘅嘢咁樣，譬如砰嗡咁樣，呢個就係宇宙嘅聲音啦。咁後面咧，哈哈哈咧係代表咩咧？係代表咧地藏菩薩咧滅除一切眾生嘅苦難，係咪好偉大咧？咁啦，呢個亦都係講地藏菩薩展現一個大無畏心啦，去救度眾生啦，離開地獄嘅苦難啦咁樣。咁啦。仲有嗰個溫室摩啲，呢個係咩意思咧？呢個意思即係話咧係好不可思議嘅誓願，即係話呢一樣嘢係代表地藏菩薩一樣好殊勝嘅一個嘅發願。咁好啦，沙下等於乜嘢咧？沙下即係話將所有唔好嘅嘢都好圓滿地解決。咁啊，整句就叫做嗡哈哈哈溫室摩啲沙下。咁希望幫到大家。咁有陣時咧，我哋讀可能會覺得有啲悶㗎嘛，咁咧其實咧喺 YouTube 有好多一啲嘅唱誦版啦，咁樣都有教我哋點樣去唱一個經出嚟嘅，咁我哋都可以試一試㗎喎。咁地藏菩薩最主要講多次，地藏菩薩最主要咧心咒咧係講消災除障啊，增長福慧啊，超度往生啊，同埋當我哋成日發惡夢啊，地藏菩薩心咒咧，其實就好有效嘅。唔知大家會唔會同我一樣覺得有陣時咧，就係念心咒咧就有少少悶咁啊，所以我平時咧我自修嘅時候咧都會選擇可能會唱出嚟嘅喎。咁啊通常咧喺網絡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唱誦版本嘅。咁啦，其實只係隨你哋個心意去揀咧，其實就 OK 嘅啦。咁亦都唔需要話太花巧啊咁樣，其實唔使嘅，發心去念，發心去唱，其實就係最有效嘅一個心咒。咁我自己咧會喺度分享一下我自己成日聽開嘅一個哥哥唱嘅一個版本啦咁樣。咁第一陣我開俾大家聽。準備。溫室摩啲娑哈，嗡哈哈哈，溫室摩啲娑哈，嗡哈哈哈，溫室摩啲娑哈。可以再嚟過嘅。溫室摩啲娑哈，嗡哈哈哈，溫室摩啲娑哈，嗡哈哈哈，溫室摩啲娑哈。就係咁啦，簡單嘅咋，所以大家唔需要太驚話係咪好難啦？定係一定要做啲乜先可以練啊？最緊要你究竟有冇一個常懺悔嘅心？咁我哋練完地藏菩薩心咒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加插懺悔文或者叫回向文。咁懺悔文係啲咩咧？懺悔文咧好簡單嘅啫，就係咁樣啦。聽住啦，就係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意語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事罪亦亡，心亡罪滅兩皆空，是則名為真懺悔。阿彌陀佛。回向文呢就係以下啦。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記得咧念回向文嘅時候咧，一定要觀想，即係觀想啲咩咧？觀想地藏菩薩點樣去幫你啊！觀想地藏菩薩喺你個心裏邊啊，咁樣將呢啲所有嘅罪過一切咁回向俾所有嘅眾生。我喺網絡上咧揾到一首叫做《懺悔歌》，唔知幫唔幫到大家啦。但我覺得佢歌詞寫得幾好，不過歌曲可能有少少老土咁樣。我照樣喺度播下啦，俾大家聽下，當大家攞個資訊咯。咁準備啦，準備，等陣。開始。前段呢個歌曲有少少長，咁我哋可以聽一聽。呢首就叫做《懺悔歌》，我哋聽下啦。準備。我們一起來懺悔，遠離那世間是與非。我們現在來懺悔，放下煩惱與怨恨憎恚。我們用心來懺悔，願彌陀擦乾我的淚。我們真心來懺悔，願彌陀洗滌我心扉。往昔所做諸惡業，諸惡罪，皆因貪嗔癡所累。我今皆懺悔，不願再違背彌陀無怨無私的教誨。咁大家要睇多啲經啦。不管身心有多疲憊，我而家都好攰。求生淨土願不退，我今皆懺悔，念佛不怕累，斷煩惱彌陀永相隨。祝大家身體健康，阿彌陀佛。